有請香港保護兒童會林護幼兒學校劉校長帶領畢業生代表鐘銘賢、鐘宣月上台。有請嘉賓向畢業生代表頒發畢業證書。Thank you。唔該。Angie lagi baca lah, baca dah sana.請嘉賓及校長留步，與畢業生代表拍照留念。恭喜畢業生，多謝嘉賓及各位校長。Thank you。恭請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周信儀女